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5，申命記32章10安尼讲：上主伫曠野找着伊，伫拍远野兽得吼的地拄着伊。上主揽伊，照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目睭人。三甲来祈祷，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每一天拢是新的。阮感谢你，伫得时不得时，拢在引带阮。阮感谢你，顾守阮，互阮免受一切灾害。主啊！你的疼痛是遐尼伟大奇妙，你的意念是阮无法度测度，你的慈爱是遐尼长阔悬深。主啊！阮就是一世人，嘛报答你袂了。主啊！感谢你极大极深的疼，感谢你伫任何的境况拢无放杀阮。主啊！你伫旷野找着阮，伫拍远野兽得吼的地拄着阮。你揽阮，照顾阮，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